喺8月份嚟緊呢3個樓盤呢，你一定要留意。第一個就係西九龍嘅瑞景華潤置地起，全盤2200尺左右。第一期主打2房，行過去南昌站呢都係大概10分鐘。第二個呢就係古洞嘅柏斯力航，由會德豐起，標準單位實用面積313尺到604尺，大約行2分鐘呢就會到古洞站。嚟緊古洞站有機會2027年通車。雖然2027年通車，但係咧成個北環線咧仲未搞掂嘅。第3個樓盤咧就係離彩虹站只有大概1分鐘左右，牛池灣清水道35號九龍建業起，存貨大概超過2000伙。除咗會德豐柏斯力航，恒地亦都將古洞嘅樓盤命為北都會。1號咧就係柏斯力航，2號嘅樓盤呢，就係啱啱恒地命名嘅北都會。呢幾個樓盤你又會點揀呢？快啲留言話我知。